咁跟住落嚟就係第四條啦。咁呢條就係講緊，就係問邊一個 graph 最適合描述 S 嘅運動。咁 S 咧，而家係從 A 出發，咁就逆時針咁樣兜一個圈返嚟啦。咁我哋根據 conservation of energy 咧，因為 A 去到 B 咧，其實係遠離緊個 star 噶嘛，咁個 PE 其實係會增加嘅，咁自然咧個 KE 就會跌啦，因為個 total mechanical energy 咧係等於 PE 加 KE 噶嘛，因為呢個係 conserve，咁所以咧由 A 去到 B 啊，即係喺 B 嗰陣時個 tangential velocity 咧，咁同 D 相比係應該細啲嘅。個 tangential velocity，咁由於 A 去到 C 個 velocity 係慢啲㗎嘛，咁所以如果都係行，即係好似而家咁啦，都係行半個圈，例如 A 到 C，咁你用慢啲嘅，即係細啲嘅 velocity，咁你應該係要用多啲嘅時間去完成啦。咁所以咧，所以交叉咗 A 同 B 嘅。咁睇返啦，因為佢而家問個 tangential velocity，咁喺 B 嗰陣時應該係細過喺 D 㗎嘛，咁所以咧個 tangential velocity 就應該喺 B 嗰陣時細過一 D 嘅，咁所以 C 係唔啱啦，咁就剩低